新竹县这个竹北市呢，博爱街有一栋旧厝，第一代是1927年来到台湾，决定要开医馆加做汉药房生意。第二代也继续传承落去，不过这第三代子孙因为长时间拢伫咧国外，旧厝囥伫遐远。最近就一个专门负责艺术园区业者，也甲这间旧厝重新整理，今下也要开放给民众参观。传统瓦石仔地板，也有用石头做的楼梯，阁有中医诊所的架间。这栋超过1甲子的旧厝，建筑上特别的所在，就伫厝内正中央，早期才有的天井，带附近的民众拢真欢喜，看到旧厝会当重新对外开放。感觉这个环境啊，就是很有温度啊，很像回到小时候自己的老家这样子的感觉。感觉它保留很多老屋本来的特色，就是这个木工啊，像这个隔间啊，都有尽量保留。觉得这个老屋可以重新拥有一个新的生命。旧厝除了1楼变做餐厅以外，2楼是展示原本大家的主人一家伙仔生活分裂，其中阁有喜乐气的眠床。第三代厝主看到旧厝重生，心肝内真感动。房子因为经过多年了嘛，都会老旧啊，长辈也一个一个走了嘛，然后呢，就是房子就日渐的凋零了，就这样。然后现在看到这样，我有没有感觉开心？当然开心喽，然后赋予新的气象啊，新的生命嘛。修复过程呢很艰辛，很多很难的部分，但是就是尽量去修复，就是连门，因为它是榫接的门，久了它就会歪掉，但是我又不想要把那个门整个换掉，换成新的，所以想尽办法去把它调整，然后用最不破坏它的方式去把它复原。最近这几年，旧厝重生愈来愈受到重视，除了有历史意义以外，结合现代元素，让旧厝重新找到伊的价值，然后旧厝会当继续讲故事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